讲到台湾的保笋，大家会面到的是新北市的桑梓，和港南头的玻璃。睇头阳龙潭客家庄嘅三行村，其实也有品质真蛮好的保笋咯。三行的睇上门水库嘅虽然保护区，虽然冇受到污染，农民路头上门太准的水也算3000水来种出来嘅保笋真蛮的起甜么。因在农民睇到细嘅，也个未错到的天麦。三行村庄呢，路特别提路解放，设了一张卖嘅蔬菜，老农民唔试过自家开嫩保笋，坐巴士一格一条去到市区菜市场来卖。嗰度去天马尾也算北山的人经过嘅，也直接路买嘢到现在嘅齐嘅保笋。因正数到天天，更加还有嗰度公司，更多日嘅时间，如果有人打天花向下买。是台新兴嘅三行路街，叔叔嘅建筑當入老師們嘅街路，從業行業嗱就叫市台，嗱就叫維修。透過兩位係貨品攝sản中心，兩下是係當到去三叉嘅日，天朝門來拜訪嘅景點。啲靠起古港風嘅兩隻軌跡，來到三行，還有一項彩鐵鐵山無損後事。老切口嘅莴笋同個高價冚卵，從而立隻個掠到，火慢慢拿兩下個，日出石香味道要嘅冚卵莴笋，特別嘅做法，看起來就當下意思。但為日出莴笋紅肉，還那係看到你貴肉肉嘅。較長較大隻嘅要拿紅肉，比如講很多呢，就係拿來炒，嗱係講拿來用濕嘅，拿用整嘅，好去當甜。啲莴笋天度傳過來傳過去，上到邊人係那個介入了，人哋地度強就會看唔到。76歲嘅公苗生，32歲就開始種莴笋，廿個就啲外圍就算好個。我過起來咪呀，我過起來啊，哎樣人啊，就看家頭就啲嘢啊，差唔多就要收成嚟啦。莴笋對發用嘅開始都有好少，為擺叫張嘅研究。上一年的家就種啦，種到我多2萬多亩，都冇啊，我大包嘅，一樣有莴笋好收啦。大赤腳雕到能耐度，保黏一個就係自己心嫩嘅莴笋。種啊用一寸啊、地瓜啊，生嘅都幾多幾耐啦。台灣一般那個廣東講就10太人幾兩10人幾就挺正常嘅。從那國家睇，佢天天就會產筍，成個睇佢產的筍，又係會大包。我細都我啲地方阿公之前都咧嚇，就有種莴笋。我兩個水喺安德上門水庫水源保護區，好嘅水源，所以說冇污染，種出來莴笋，佢嘅品質較好，佢嘅皮啊較薄。肉較軟，甜，肉較甜。三行住地上門水庫時，所採地就係水庫嘅水源保護區，農民投上門太準嘅水，也係利用生產水來做，水質好，水溫大，種出來嘅莴笋都受歡迎。這街上可以到後頭看很多那個農地啊，它腳白筍田就在後頭而已啊，有很棒的，很好的，這邊的人挺好的，所以都看得到也安心這樣。可以，沒問題。三行莴笋種入10萬公頃案發，因為被鋼鐵從海南上遷，當到農民貴種莴笋，唔過每認為辛苦，啲筍田度又黑又壞，後生人都唔種，農民大體都係入水嘅老人家。韓國嘅莴笋都會熱辣，落好薄體，農民建造建太亞軒，兩位係村莊啲老街巷，殺雞之招賣莴笋嘅蔬菜，來到老街嘅人客，直接從買嘢到，咪50個煩惱嘅數，半幾存着嚟。翻嚟數，我當然啦，來數整落家，整落日落230，本做佢就工錢啲啦。呢條農民佢會種，唔會賣。啊，我咧，又會賣，會包裝，
我有通路，可是我唔好種，就大家互相。 84歲嘅阿伯坡仲嚟30兩件嘅保選，睇個都被自家在去用探視衝賣。早晨頭嗬2點鐘我8號就付上下冇出就借我付茶，付8點按走8點嘅茶到9點時，睇咁買菜就睇嚟啊！阿伯坡兩下身體冇安全咧。 啲就得搭到村中兩賣，上下從那到路街裏。挨中咧，挨早晨嘅挨嘅邊緣啊，攏係講，叫唔得是咩拿兩潭去，你個啦拿個村莊啦，挨就一個。我始終有老人家，其他冇交通工具啦嚇，那坐公車帶唔到青島，我就想講。 不如佢去出去嘅時間比專去屋企休息。係講我根本係幫助嘅，賣唔出去嘅，那喺屋企有弱勢嘅，嚇，那係講有種冇法度出去攞嚟賣嘅，我哋條全部老人家佢賺佢哋嘅生活費，我係想講，你條老人家很辛苦。唔過咪唔係送過來，就做錢會停賣。我全部攞賺過哦嚇，三萬升，佢是3包打有條嗰打隻咯嚇。我哋係一隻窗口，我會分配，你農民咧幾多件，你嘅幾多件，我哋屋卡無人聽白嘅，我叫做掛號嘅，要分級啊，然後記得教育他們要怎麼包裝，要怎麼分級，按到他賣到按到好嘅價錢，按嘅實際農民辛苦嘅，讓有給他。這個漂亮，你看，阿媽是80，這邊，你看這個是100了，80在這裡，這邊，對，不好意思，不一樣，你叫阿媽回家睡午覺啦。因為比較綠一點啦，風對那個也是很大。三項仲保存嘅歷史當有品質咪唔會爛，是係一切都冇從被鋪上紙、中鋪玻璃按用樣。三項農民除了是去高粱兩體割冇高料，行小紅咪希望家人本地包走，透過直接老人行面對面，日沙穿日沙，住鋪一鋪拿出名聲。喺那兩周為才路街紅嘅店，除了係賣保存嘅中心，來到兩個人咪感受得到，從行業當有人情味。